那里每斤人肉卖价250万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种。许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长春围城战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那长春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就被国军占领、共军占领开始是共军占领，后来是国军占领，然后再又被共军占领在这个过程中，长春那儿打了大仗，死了很多人那国共双方呢都有很多史学者记者写过这个东西也很多，网上有很多资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讲我也给大家讲讲，从我的观点我的视角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因为它跟现实是有直接关联的那现在呢，大家知道，在习近平的治下呢，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战狼小粉红都是战狼，动不动呢就觉得今天这世界已经不是历史今天这中国已经不是历史上之中国，就是如今之人类已经不是历史上的人类已经是他妈的是神了。所以呢，就是动不动就今天跟这个打仗，明天给那个灭国就是非常的好战。那么就不知道这个战争意味着什么我就跟你们讲讲这个长春的这场大仗这是真实的一幕。谢谢你妈妈咪 QTV， 祝你全家快乐圣诞快乐发大财，性生活愉快，生日快乐。哎，你出去买东西，你小心点开车开慢点好了，那这个我直播他们出去买东西了。好了，我们就接着讲接着，那你说现在这些小粉红在喊这些好战的，今儿跟日本弄，明儿跟台湾弄的时候呢，想没想过战争一旦打起来意味着什么那想没有想过中国人尤其是在没有信仰、没有爱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如果在和平时代能在柬埔寨和缅甸做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基本上现在我肯定柬埔寨的生命产业园、嘎腰子园跟中国共产党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大量中国人在里边打工甚至包括嘎腰子电诈产业园的这些从业人员也是教友，因为他们可以翻墙所以他们也这2天也有人给我写信，就他在这里边的工作。我跟你讲，就是丧尽天良，没有底线，这是和平时期而且这是有国际的有国际和平的，有联合国的都能干出这事来。你想想战端一起战争年代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法律，战争没有规则，因为是战争，所以一切都胡来了。你们用屁股想想，小粉红中国的这些战火中的城市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底线在哪儿？我告诉你，嘎腰子的这个陈志那个电诈的佘志江，这些产业园，他的底线在哪儿？这伙人和军阀混战时代的那些军人是一类人。你们想过吗？就是看老王的历史频道之所以能够给你长真的知识，我就是告诉你，今天在缅甸、在柬埔寨从事电诈的那些人，和战争时代参军、当了土匪或投了共打仗的那些人，彭德怀、贺龙、林彪，就是陈志、佘志江一类人。那个年代他们去井冈山，这个年代他们就去缅北 KK 园区，长得面相都一样。你看看他长得是不是一样？你仔细看看，为什么？没有底线为了突破自己的阶层阶级，为了往上爬，没有底线的。哎，圣诞节澳洲布里斯班安德鲁，哇，打赏这么多，谢谢你祝你发大财，性生活愉快，生日快乐祝你这个安德鲁哎呦，还不是安德鲁 ，Andrews 鱼谢谢你。好嘞，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今天我们进入正题，今天算是历史频道啊。今天周一咱们一般讲讲历史。长春围城战是中国离现在很近的一场战争，70年，70年远吗？你们想想70年远吗？好多人还活着呢，70年不就70岁的人吗？都赶上了。长春围城战有多么突破人类的下限，有多么让你知道长春可是大城市啊！长春在1945年那个时代，长春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今天中国的深圳或者杭州，是主要的城市。今天中国的杭州、深圳这个 level 的城市，就是准一线城市、次一线城市、超二线城市。为什么？它是东三省伪满洲国的首都。当年伪满洲国，满洲国是独立的，它是东三省的首都，牛逼的不得了。那城市建设远远超过后来的什么郑州啊、成都啊、重庆，跟人家武汉、跟人家那个时候的长春都不能比的，差他妈远了那个经济。长春这样的所谓的国际大都市，当年的能发生这事儿，你今天在那喊啊，我打这个，我干那个，我损失中国半壁江山，我要干什么？我操，东边的哪个城市我怎么？你看看你会发生什么啊？我今天讲，为什么这段历史国共两党都不愿意说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国民党愿意说的，共产党不说；共产党愿意说的，国民党不说啊，因为他们双方是敌人。但是为什么长春围城战？你看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提。双方就是一笔带过啊，从来不提。为什么？他两个都想抹去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在这段历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孪生兄弟是一对王八蛋，那真是半斤6两，不是半斤8两啊！因为国民党比共产党少2两，共产党是半斤，国民党是6两。为啥呢？因为攻方就是发起方是共产党。围城战是共产党主动打起来的，国民党是被动应战的。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两个都是王八蛋呢？因为国民党守军，今天我跟大家讲啊，国内很少有人提这个观点，就是国民党这个长春包括血红血白这块历史，很少有人提这么一个关键点，就是国民党守军在开始的阶段，开春开始打这场战争啊，就是五一前后开战，一直到10月份打了半年。开始的阶段，国民党是在利用长春老百姓。开始的阶段，共产党并没有利用老百姓，所以叫一个半斤一个6两。开始国民党是想干嘛？是想拿老百姓的60万人啊，长春城里边有60万人，拿60万老百姓的命当赌注的，当人肉盾牌。哎，你真聪明。萨达姆、加沙那些恐怖分子啊，以色列打过来之后，他们把他们地道修在医院底下，修在居民区里，一个思路。当年长春守军郑洞国是拿60万长春老百姓，第一反应是不让他们走，让他们做人肉盾牌。而紧接着共产党围上以后呀，共产党一看不好打，硬骨头，所以共产党就将计就计，林彪下令不让一颗粮食进入长春城，不让一个老百姓出长春城，不让一个人出来，不让一个叫2个不让，一颗粮食不能进城，一个人不能出城，要困死长春。里边有10万国民党守军，60万老百姓。那你用屁股想，你也知道，困这70万人，先饿死谁呀？能先饿死士兵吗？士兵手里有枪啊，国民党手里有枪啊，他会抢啊。老百姓一盘散沙60万，那是他妈的什么两脚羊？先饿死的一定是老百姓。共产党能不懂这个道理吗？国民党能不懂这个道理吗？结果也正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惨剧。半年下来，长春老百姓饿殍遍地。郑洞国不要逼脸，嗨，不认。郑洞国是说，我真没想到他们这么没底线。那其实不是郑洞国说的，那其实是胡琏说的。
胡琏后来到了台湾之后说的，郑洞国不敢说，为什么？因为郑洞国投降共产党了，他也向着共产党说。但郑洞国肯定心里边也这么想过。我告诉你，郑洞国不是好东西。今天我给大家讲历史，就是讲这段真实历史，不要以为共产党干了这个事儿，国民党就没有责任啊！因为在第一时间，一会儿我给你讲这过程啊，全过程，第一时间就是郑洞国干的坏事儿。不让那60万出城，开始不是林彪说的，开始是郑洞国说的，60万人都不让他出去，留在这儿挺好。我也不相信共产党敢大炮轰我们，共产党不敢轰我们。郑洞国拿老百姓当人肉盾牌，所以饿殍遍地，死的全是老百姓。我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事实：10万国军打死的有，饿死的一个没有。10万国军饿殍遍地，一个饿死都没有，甚至10万国军的家属，因为国军很多军官带着家属的老婆孩子，没有一个饿死。白胖的投降的时候，真正饿死都是长春老百姓。到底饿死多少人啊？好多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肯定想，那老王到底他妈死多少人啊？60万老百姓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没人知道。共产党这边当然是会minimize 英语，就是最小化这个数。共产党说官方58000人60万人里边饿死58000，就是1/10。国民党呢也有个数国民党也不提这事儿，国民党也觉得这事儿丢脸。国民党说多少12万人。台湾有个作家很有名叫龙应台龙应台写过一本书叫《大江大河1949》龙应台用的数据是30万。就是2个人就饿死了一个，这是龙应台的数字。大陆有个记者叫杜宾他写了一本书，就今天我这个封皮叫《长春饿殍战》，饿殍遍地的饿殍，长春饿殍战。大陆记者共产党的人写的，37万到46万，2个人饿死一个，不止，3个人饿死2个，45万，就是37万到46万，一共60万人。还有一位解放军的军旅作家，也是记者出身，这个人叫张正龙。刚才我看滚屏有人写张正龙他写这本书最有名的，弓长张，正确的正兴隆的隆，乾隆的隆张正龙写的叫血红血白。血红血白的数字是多少呢？15万，就是4个人饿死一个。好了，我讲到这儿，我觉得数字已经不重要了。总而言之，就是60万人里边，无论是2个人饿死一个，还是3个人饿死2个，还是4个人饿死一个，还是这都够瘆人的。因为大家经历过新冠封城、非典封城，但是没饿死人呐。那上海封城、北京封城，你们想想，饿死人2个饿一个，死一个，4个饿一个的话，那是什么人间地狱上海关你们3个月，你们都觉得是人间地狱了。习主席把你们弄到人间地狱，这是和平年代。你看看战争年代，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最高的记录3个人饿死2个，半年。那么数字是非常苍白的，但是历史是不断重演的。我曾经讲过红军毛主席的第一桶金，我讲过红军在他长征过程中他也抢，但是大家知道吧，红军抢归抢，我从来没说过红军吃人肉，红军不吃人，红军文明红军只是绑票、撕票或者敲竹杠红军没有吃过人肉。但是呢，黄巢就吃过人肉黄巢就是当着2脚羊，张献忠也吃过人肉，朱温也吃过人肉所以中国历史上两军交战或者说天下混战的时候，把人烧着吃了，那是一个经常的事儿，那叫干粮元末明初，那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他们那些混战的时候，那吃人肉也是家常便饭。所以到了1949年到了1948年，我们总而言之都觉得人类都已经用飞机了，都已经用大炮了，都有火车了，都有电报了，这是现代社会了。离现在只有77年了，
离今天只有77年了。中国长春吃人，人吃人，就是饿死之前大量的吃人，而且吃人的这个形式已经变成了说1960年中国天下大饥荒的时候也有吃人的，但是是偷着吃。Frank Wilson， 谢谢你，祝你发大财。太平天国也一样，对，太平天国也一样吃。但是长春这次吃到了什么程度了？吃到了不是我编的啊，吃到了已经有市场了。那人肉已经成为市场了。当然，只要你们读历史的，只要不是鸡巴的那个吃瓜盟主那种读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在战乱时代、饥荒时代，人肉作为猪肉、牛肉、羊肉、人肉作为菜市场的供应肉食品，这是一种常见现象。每隔天下乱世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提起，就是直到1948年，长春市农贸市场是卖人肉，而且不是偷着卖，是有市场，它就是个稳定供应链。我给你们念一段报纸啊，是共产党的报纸啊。那个时候啊，1948年，共产党那时候很进步的，共产党报纸叫《东北日报》，1948年9月21号，1948年9月21号，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东北日报》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八里铺便处在我军阵地的前沿，我军的火力控制了村庄的大部分，而在村庄的另一端既布满着敌人的地堡工事。我走进了这间人间地狱，那里每斤人肉卖价250万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种。许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那这里边大概250万元是怎么回事，老王？那这个不是大洋吧？也不是法币吧？哎，谢谢啊，谢谢 Intergolf Canada 啊，祝你发大财，生日快乐，性生活愉快啊！王叔，我这吃饭呢，那你先别吃了呗啊，你忍一忍啊。那么25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是解放军封城了以后啊，长春实行军管啊，郑洞国干的这事儿。郑洞国停止和作废长春市面上的一切货币，郑洞国自己兵团啊，自己印钱啊，叫军票。郑洞国这狗操的自己印军票啊，军票的币起值啊，就是1块钱啊，就是那个最低货币是100万，就是100万一张军票。后来呢，还有500万，有100万面值的最低的，然后还有500万的、1000万的、3000万的，郑洞国自己印的军票，1个亿的，完就可以想象这金融体系完全崩溃了。所有人买卖东西都必须用郑洞国兵团司令印的这个军票，谁他妈要是敢用法币、敢用满洲国钱、敢用日本人钱，或者敢用大清的民国的银洋，郑洞国就枪毙你。所以这个1斤人肉250万就是这样的，你就可以理解成最低面值100万啊，就是2.5个最低面值就是1斤人肉，是所有食品里最便宜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21号的报纸记者写的。八里铺市场卖人肉的卖价，你能想象吗？在今天，你随便在长春街上拦住一个85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经历过这时代，因为才过去了77年，10岁8岁的孩子都有记忆啊。慈祥和蔼可亲的本地的坐地的长春老头老太太，当年很可能吃过人肉，不是他没人性，没有人一开始第一天就能吃人肉的。没有人说第一天我就想尝尝人肉，那是变态杀人魔，没有人是这样的。你饿上半年，你再看看，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都抵不上饥饿带来的眼红。我记得当时，我记得24史上记载过唐朝安禄山安史之乱的时候的类似长春围城战的状态。当时有一个将军叫张俊吧，还是张巡啊？他大破安禄山，就是因为他死守不降，安禄山围他好久，
最后就是吃人。他把自己的侍妾做成肉干分给将士们吃了，好多这样的。他还是唐将啊，他是忠臣啊，忠臣也带头吃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把自己小老婆都给吃了，那就是这样的，就不是没有人性，是什么情况？是文明倒退。就国民党、共产党啊，这些他妈的亲兄弟啊，国民党、共产党是亲兄弟啊，孪生的还是让中国文明倒退回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时代。今天共产党、国民党都不要脸的两个中国政府，动不动就要提什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30万南京同胞死于日军屠杀。如果人的命是值钱的，人的命是对等的，人的命是平等的，30万未必死了30万南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枪口下，但是一定是他妈死了差不多30万的长春人在你国共两党的枪口下。你在南京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你有没有必要在长春也建立一个30万长春人？按照龙应台的数30万呀，你他妈要按杜宾的数就是47万呀。那咱们就是取中吧，血红血白说15万，那咱们就取个30万。你有没有必要在长春设立一个孤魂野鬼的饿殍纪念馆？长春饿殍站死难同胞纪念馆，我们是不是应该祭奠30万长春同胞？我问这话是不是有道理？你甭管小粉红小粉绿，你听听是不是有道理？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们哪一个人哪一方你们敢去祭祀？你们是不是双方国共双方这个中国政府都是在刻意隐瞒30万同胞死在你们手里？甚至今天我敢保证，今天就算长春年轻人、长春的观众，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77年以前在你们这个地界上饿死过这么多人，集中饿死，人肉成为所有食物里最便宜的，比面和米都便宜，而且没有饥荒，没有瘟疫，就是国民党和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家夹着不让老百姓吃饭，要饿死你这么多人祸。